唔知你有冇發現，而家喺條街行過，以前嗰啲由細睇到大，充滿人情味嘅老牌大酒樓，好似一間接一間咁喺我哋視線範圍入面消失。以前星期六日想同屋企人揾位飲餐茶，閒閒地都要排返半個鐘、1個鐘，但而家呢，好多時直入就有位，甚至見到入面冷冷清清，得返幾對老人家喺度坐。最近網上仲有個熱話，話後生仔已經集體杯葛飲茶文化，唔再踏足酒樓。呢件事聽落好似好誇張，但背後隱藏嘅真相，真係令到一眾視酒樓為第二個家嘅老友記聽完都覺得心寒。到底係我哋呢一代人變咗，定係傳統文化真係已經行到去末路，注定喺我哋呢代人手入面斷咗呢？講真，我哋呢代後生仔，即係嗰啲20零歲到30零歲嘅朋友，唔係話唔中意食蝦餃燒賣，而係對酒樓呢個場所產生咗一種好強烈嘅疏離感。你試下諗下，平時返工已經夠晒大壓力，好不容易到咗放假，想搵個地方舒舒服服食餐飯，同朋友吹下水，你會揀邊度？多數人都會揀咖啡、日本嘢或者係嗰啲裝修得靚靚地嘅西餐廳。點解？因為酒樓嗰種環境對後生仔嚟講真係一種折磨。一入到去，嗰種嘈雜嘅程度簡直係攞命。隔籬台嗰位70幾歲嘅伯伯大聲傾偈，另一邊又有細路仔喺度追逐尖叫，再加上啲姐姐推住架車大聲叫蝦餃燒賣，你想同朋友講句嘢都要用嗌嘅。呢種環境點可能係休息呢？而且酒樓嗰種趕客嘅文化都令後生仔好反感。以前我哋仲細個嘅時候，可能覺得搭台、洗杯、搶點心好有風味，但而家我哋追求嘅係服務體驗。你去到一間大酒樓，啲代英姐姐好多都係50、60歲，佢哋做咗幾十年，可能已經做慣做熟，亦都可能真係太忙，口氣通常都唔會好得去邊。你想叫佢攞多個杯，加下水，佢可能都要你等10分鐘，仲要俾個臉色你睇。相比之下，出面啲新式餐廳服務周到，仲有埋 QR code 落單，唔使同人爭，亦都唔使等個姐姐得閒先理你。呢種效率同體驗上嘅落差，令到好多後生仔覺得飲茶根本就係貼錢買難受。再講，飲茶嘅時間成本真係太高啦。我哋細個嗰陣，老人家可以喺酒樓坐足3個鐘，由朝早7點鐘坐到10點鐘，一壺普洱、2件點心就係一個上晝。但對於而家呢代生活節奏快到爆嘅香港人嚟講，時間就係金錢。放假想瞓晏啲，起得床嚟都已經係11點幾，去到酒樓又要排隊，坐低又要洗杯，等點心嚟又要等，成個過程慢到1個點。後生仔會覺得，我有呢啲時間，不如去食個 brunch， 食完仲有時間去睇場戲或者做下運動。酒樓嗰種慢節奏，喺老人家眼中係享受，喺後生仔眼中係浪費生命。但呢件事最令老友記心寒嘅位係邊度呢？係社交嘅斷層。對於好多60歲、70歲甚至係80歲嘅老人家嚟講，酒樓唔單止係一間食肆，而係佢哋唯一嘅社交場所。佢哋每日朝早6點幾就起身，第一件事就係去酒樓揾返嗰班識咗30-40多年嘅老茶客，吹下水，講下自己啲仔女、孫仔孫女。對佢哋嚟講，酒樓係佢哋同社會接軌嘅最後一個窗戶。如果後生仔唔再嚟，唔再傳承呢種文化，咁當呢班老人家慢慢離開之後，酒樓仲有邊個會去？呢種文化係咪就咁消失？當老人家見到自己最心愛嘅地方，仔女唔肯陪佢去，孫仔嫌污糟唔肯坐，佢哋心入面嗰種寂寞同埋被時代遺棄嘅感覺，真係外人好難明白。其實酒樓之所以會面臨執笠潮，除咗係後生仔唔去之外，仲有好多好現實嘅經營問題。你知唔知而家要喺香港經營一間大型酒樓，成本係幾咁恐怖？租金、人工、食材，全部都係天價。以前一籠蝦餃賣10幾蚊，而家分分鐘要賣到40-50蚊。但問題係，質素有冇跟住升呢？好多老牌酒樓因為請唔到後生仔入行，
廚房入面嗰班師傅全部都係60幾歲，佢哋雖然有技術，但體力已經大不如前。而後生一代呢？邊個願意每日凌晨3、4點鐘起身返去整點心？喺廚房又熱又辛苦，人工又唔係特別高，咁自然就造成咗人才斷層。因為請唔到人，好多酒樓開始改用中央工廠整出嚟嘅急凍點心。呢啲點心雖然味道穩定，但完全失去咗以前嗰種新鮮出爐嘅靈魂。你以前食一粒燒賣，你可以食到豬肉嘅鮮甜同埋蝦仁嘅爽口，而家食到嘅好多時都係一浸死實實嘅粉味。當食物質素下降，但價錢不斷上升，後生仔自然更加唔會買賬。佢哋會覺得，既然都係食急凍嘢，點解我唔去超市買包返屋企蒸？仲要平一半以上。再嚟講講呢個杯葛嘅真相。其實後生仔唔係真係要杯葛飲茶呢個行為，而係佢哋對酒樓模式徹底失望。而家喺街頭巷尾，你會發現多咗好多點心專門店。呢啲專門店裝修簡約，唔使俾茶錢，唔使加一，而且全日供應。你會見到入面好多後生仔坐喺度食得好開心。呢個現象反映咗一個事實，大家依然中意食點心，但大家已經唔再需要嗰種大酒樓嘅儀式感，嗰種要有領班帶位，要有姐姐推車，要大聲喧嘩嘅環境，已經唔再符合現代人嘅口味。咁係咪代表傳統酒樓真係會喺我哋呢代斷咗？老實講，如果酒樓唔轉型，答案好大機會係肯定的。我哋見到有啲做得好成功嘅老字號，佢哋開始喺裝修上落功夫，將傳統同現代結合，甚至喺菜式上搞新意思，吸納後生客。但更多嘅酒樓依然係停留在20-30年前嘅經營模式，諗住靠班老客戶支撐落去。但問題係，班老客戶會老，會慢慢唔再出門，到時點算呢？仲有一個令老友記好難過嘅原因，就係科技鴻溝。而家好多酒樓為咗慳人力，開始推行手機落單。對於我哋呢啲20-30歲嘅人嚟講，一掃就得，好方便。但對於嗰啲80歲嘅婆婆嚟講，佢可能連 smartphone 都唔識用，佢點樣去落單？佢哋去到酒樓，本來係想攞返少少存在感，結果發現連叫個鳳爪排骨飯都要問人點搞。呢種無助感，加上見到後生仔一坐低就低頭玩電話，完全唔同佢哋傾偈，呢種心寒係一種對時代變遷嘅無力感。我哋成日講要保育，要傳承，但當我哋連同屋企老人家去飲餐茶都覺得係一種負擔嘅時候，傳承呢兩個字真係好蒼白。大家不妨諗返下，你細個嗰陣係邊個拖住你隻手去酒樓，教你點樣用第一泡茶洗杯，教你見到長輩倒茶要敲台示意。嗰啲曾經係我哋成長入面最溫馨嘅畫面。如果有一日香港再冇大酒樓，再冇嗰種熱氣騰騰嘅飲茶氣氛，得返一間間冷冰冰嘅連鎖店，我哋會唔會後悔？其實傳統文化嘅斷層，往往係由生活習慣嘅改變開始。後生仔追求快、靚、正，老人家追求情、慢、熟。呢兩者之間唔係冇交集，而係需要雙方嘅包容。酒樓老闆要諗下點樣令環境變得更友善，而我哋作為後生仔，亦都要諗下一個月入面係咪可以抽返1-2個鐘，陪下屋企人去一間佢哋中意嘅酒樓，唔好埋頭玩電話，聽下佢哋講下以前啲嘢。呢個社會行得太快，快到我哋連停低飲杯茶都覺得奢侈。酒樓嘅式微唔單止係經濟問題，更係一個社會問題。如果有一日香港街頭再聽唔到嗰聲蝦餃燒賣，再見唔到嗰班一齊研究馬經嘅老友記，我諗香港會失去咗一份好重要嘅底蘊。傳統文化係咪會喺我哋呢代斷？呢個問題其實答案就喺我哋每一個人嘅手入面。你下次放假仲會唔會陪你屋企位70幾歲嘅老人家去飲茶？定係依然係推話好忙，然後自己去咗食個嗌字打卡嘅 brunch？ 講到尾，大家所謂嘅杯葛，其實更多係一種無聲嘅抗議。抗議環境嘅唔進步，抗議服務嘅僵化。
但喺抗議嘅同時，我哋又係咪遺忘咗一班最需要呢個空間嘅人？老人家嘅心寒，唔係因為食唔到嗰粒蝦餃，而係因為佢哋發現自己珍惜咗一世嘅生活模式，喺仔女眼中竟然係一文不值。呢種價值觀嘅碰撞，先係最令人唏噓嘅地方。酒樓嘅未來，可能真係會縮小到只剩返少數幾間特色店，或者完全被新式點心店取代。但無論形式點樣變，我哋都唔應該忘記飲茶最核心嘅精神就係聚埋一齊傾下偈，分享下生活。如果冇咗呢份心，就算裝修到幾靚，點心幾好食，都只不過係一間普通嘅快餐店。我見過有啲酒樓特登喺下晝茶時段搞啲活動俾老人家，或者教班後生仔點樣親手包蝦餃。呢類嘗試雖然微小，但起碼係一個開始。佢哋嘗試喺2026年呢個時代，幫傳統文化揾返一條生路。我哋呢代人未必一定要全盤接受舊有嘅模式，但絕對有責任去改良佢，令佢可以喺現代社會生存落去。最後，我想對所有老友記講，社會進步得快，唔代表你哋嘅生活模式係錯。你哋對酒樓嘅嗰份情意結，其實係香港好寶貴嘅歷史。而對後生仔，我想講，有啲嘢，當佢仲喺度嘅時候，你未必覺得矜貴，但當佢真係一間接一間咁執晒，你想再揾返嗰種味道，嗰種喧鬧感嘅時候，就真係太遲啦。傳統文化會唔會斷？如果我哋每個人都只係做旁觀者，咁答案係肯定嘅。但如果我哋願意行多一步，去理解、去包容、去參與，或者呢種喺香港流傳咗百幾年嘅飲茶文化，可以揾到一個全新嘅姿態，繼續陪伴我哋行落去。酒樓唔應該係一個令老友記心寒嘅地方，而應該係一個連接兩代人、傳遞溫度嘅橋梁。下個禮拜日，不如放低部手機，帶埋屋企嗰位80歲嘅長輩去飲餐茶，聽佢講下以前啲故事，好嗎？其實講到尾，酒樓呢個地方承載咗太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你諗下，以前邊個屋企人結婚唔係喺酒樓擺飯20-30位？邊個長輩過大壽唔係去酒樓切燒豬？甚至係細個嗰陣考試考得好，爸爸媽媽獎勵你嘅，往往就係星期日去酒樓嗌多一籠你最中意食嘅叉燒包。呢啲點點滴滴，全部都係喺呢個嘈雜、有啲亂，甚至有啲油膩嘅空間入面發生。如果我哋話後生仔杯葛酒樓，其實倒不如話係我哋喺度杯葛緊自己嘅過去。當我哋追求緊極簡主義，追求緊高級感嘅時候，我哋係咪同時將嗰份粗糙但真實嘅人情味一併咁掉咗入垃圾桶？老人家點解會心寒？因為佢哋見證過嗰個百花齊放嘅年代，佢哋明白，當一間酒樓執笠，消失嘅唔單止係一盤生意，仲有係嗰幾十個員工嘅生計，同埋幾百個家庭嘅聚腳點。我記得有個70幾歲嘅老伯伯同我講過，佢話以前去酒樓，個領班見到佢，唔使問都知道佢要飲咩茶，要食咩點心。嗰種默契係而家任何大數據、人工智能落單都俾唔到你嘅。呢種係人與人之間嘅溫度。而家嘅酒樓為咗生存，將流程標準化，將人手減少，結果就變成咗一個冷冰冰嘅工廠。後生仔覺得冇 feel， 老人家覺得冇情。呢個先係酒樓面臨危機嘅終極真相。所以，我哋唔好再用杯葛呢個詞語去形容呢個現象。呢個係一個時代嘅悲劇，亦都係一個警示。傳統文化如果想生存，就必須要揾到同現代人溝通嘅語言。而我哋呢一代作為承上啟下嘅橋梁，唔應該只係識得喺網上抱怨酒樓有幾差，而係應該諗下，我哋可以點樣令佢變得更好。如果你係酒樓老闆，你敢唔敢改革？如果你係後生仔，你肯唔敢俾個機會傳統？如果你係老友記，你願唔願意接受新嘅轉變？呢場文化保衛戰，其實每個人都有份。我唔希望有一日，當我哋去到60幾歲嘅時候，想同自己嘅仔女去飲茶，
結果發現全香港得返晒啲連鎖快餐店。到嗰陣時，我哋可能先會明白，今日我哋失去嘅到底係一件幾咁重要嘅寶物。希望每一間努力緊嘅老字號酒樓都可以喺呢個艱難嘅時代入面撐落去，亦都希望每一位睇緊呢條片嘅你，可以喺呢個禮拜揾返嗰種久違咗嘅茶香味，同你最愛嘅屋企人好好咁飲餐茶。